最近自从我在这一个平台上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大理教育的这些相关题材之后呢，我的后台呢也收到了很多私信的联系，然后很多人呢其实表现出了对大理创新教育的这一个好奇，然后也有人呢就直接表达就说他们很想带着孩子去体验一下，然后呢他们会过来问我就说有没有好的幼儿园推荐。其实说实话，因为我没有办法把大理所有的幼儿园都去做一个很详细的探源，但是我发现其实网上是有非常多的这些博主是做了相关的这个题材的。然后呢，其实根据翠花和罗伯的就通过他们的介绍，我就发现其实大理的这个创新教育的门派的确是五花八门，真的什么都有。然后他们可能各自的主张也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很有可能他们是适配不一样的孩子的，就是不一样的小孩，他们可能会有更适合的这某种教育的理念。那也有一些孩子很有可能在同一家幼儿园，然后在他不同的年龄段，那他的感官感受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最好的办法还是多听多问多了解。那一方面呢，其实这些幼儿园呢在很多自媒体平台上都是有自己的官方账号的，然后也一个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了解，第二个呢是这些幼儿园其实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是一些五一啊11这些比较长的假期的时候呢，他们其实会设置一些短期的研学营。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身临其境去体验的这么一个机会。那我觉得很有可能通过这样子的亲身体验，才有办法去确定我的孩子是不是适应这些学校。我跟大家一样啊，就对在大理上幼儿园呢也是充满了好奇，所以我在下一期呢会带着大家跟大家一起，然后蹲点王超的这个幼儿园去体验一下他们一天是在那里怎么过的。然后我在今天呢想跟大家先剧透一个很小很小的情节，就是我在跟院长王超聊天的过程中呢，他给我介绍了他们幼儿园的一个环境设置的一个很小的点。那我完全没有想到，就是这么小的一个点，它的背后居然就是蕴含了那么多，就是关于这个教育和儿童心理学方面的考量。去了二楼汤过，当时那个没有那个栅栏，然后小朋友其实是直接就能进来，然后老师就会说，哎，这是老师存放东西的地方，小朋友不能进，然后带出来。这个事情就是对于孩子不够友好，因为他的自控力也没有那么强，然后在环境上我们对他的暗示是这个地方是可以进去的，但是你又频繁要去否定它，有否定它，所以后来我们就把那些不能进的区域简单粗暴的全装上这种门栓，然后缠上，所以孩子就符合直觉了。我推不开，那说明这个地方是不开放的，所以他就不需要被否定。他其实通过自己的实践知道这里不能进，那我就不进，而不是说我这里明明可以进，在行为上可以进，但有个人告诉我不能这么做。对，这是容错率，容错率低的地方就是小朋友做这个也是错，那个也是错的。就现在城市当中很明显嘛，就家长特别爱说孩子，表人不能这样，不能那样，这个不礼貌，那个你会影响到别人，就是这个就是总被说，孩子呢他的自我评价就比较低，而且很多时候会因为你说的太多，会形成负面强化，他会做很多捣乱的冒犯的这种事情，来去吸引他人的关注，来吸引别人给自己的这个就是反馈，这个负面反馈太多了，所以这个也是孩子就是自身价值感受到打压以后的一个反抗的表现。对，所以在环境当中，还有在我们的流程当中，容错率尽可能高，就能保证孩子他大部分时候是一个放松的状态。